那么学问呢，上师供养记里面呢，就是给你搞了一个这个谢谢成果的心所觉的事，谢谢成果的心所觉的意思，谢谢成果的心所觉讲没错，那到底是别听的，大家在他的地方就是这样听的，对，大家给我说啊，三个字。好，这个很清楚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大家都明白吧？人的观念呢，就是人的观念运用形式都是看得出来的。好，这个指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自己嘴中说他人的不是呢要少一点。哎呀，人的观坑里套了呀，加把起那个人的观我呀都没见。好，所以呢一直在这个把这个翻阅他人的过失呢是不可以的。哎呀，岁岁的观呢大节性。那所以呢就是要检点审核自己的缺点。好的，前面缺到的家长肯定的找个顺利线的观换出来的，但呢，干把生意来观同啊去年的形式，懂吧？那点家长的找个了别吓我的。好，在这边我对一个寺院跟康村这些举例子啊，举例子什么呢？否则对法有及扎仓康村僧人等别人一味寻过，自然连大师佛陀也不免有过可责。哦，人的观做那个话，这个就是你那么观做，反正就空气商业人员观通了。好，一直在找他人的过失。这个他有这个问题，他有这个毛病，他有这个缺点，一直在不断的寻找，一直不断的这个找别人的过失的话，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在大师佛陀的身上也找到那个过失者。那个多，是吧？但第三开始多啊，开始叔叔开了，手就开到些，手就颜色被这抓就看中他这就看中就。哦，商业的送来的农具多，谁还多？他没看见多啊，第三有不多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现在社会当中也有这样，有些自认为是一个自己非常的精通一个智者啊，就是一直不断的宣说，一直不断的宣扬自己说多厉害，多有名这样。然后呢，一直不断的这个找别人的过失，一直在讲别人的问题、毛病或者说缺点，然后呢。说不定，这个可以说这样一直不断在讲的时候，他有一天讲说，哇，这个大师佛陀也有这个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这个有这个问题毛病，这样也会讲出来这样。商业的更要所以呢，大师佛陀有过失吗？不要嘛的话，商业跟公司也这商业的话。所以呢，大师佛陀是没有过失的，一切过失都已经断除远离了。这呢，我得给这个了，给到钱呢。天数不都所表的，满的文献了，捐到我们家，有梦康健不了这样子，啊，你记得了，对不对了？再来是，如此一来，难免会造成有梦康健不了这样子，毁谤的过失。好，再来是第七个啊，第七个是什么呢？牵制重烦恼。第一个呢是呢，人有了有梦康小的，我讲，是当邪教，我讲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指的什么意思呢？自己的相续中哪一种烦恼最重的话，先要对着它。这样的像先讲呢，没读过广播书，一定不得讲过这事。好，比如说，如果说是贪欲烦恼重的人的话，首先应该这个观想不净观来对治。邪党的修持为哪呢？按了邪党讲谈脾气。如果说嗔恨比较重的人的话，先要对治嗔恨。他可能语目文的脱去桥，语目文的。总而言之，必须要做到能够，这个烦恼能够对治烦恼。哎呀，是吧？有些人修切是呢，修切的第一个呢，有些恰是搞的恰个原真搞的多，这里搞的你大这些呢，会捐同些，你也不带同是不要还是。好，如果说贪欲比较重的话，你对贪欲产生的贪的对象又是什么样去寻找？他是为何我对他会有产生贪欲？你去找理由，然后呢，一直不断的找出他的一个毛病过失，再来去对治。也把这个我他就帮起来。好，第八个是什么呢？不求于果报。
但是吧，对，给我是中能昂，上来我都这话到不到，那么上不我都这话到不，那这把是。好，不求于果报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要做了某种善事，就希望得到善报与一手善果。但那个就在那结果逻辑当年呢，花了光去结果当年结嘛，让了出题，很多要过去就不用上班去，上了题当年结果当然嘛就我来去，那这个是。好，比如说啊，做布施，当做一块钱的做布施的时候，你在这布施的时候想说啊，将来会不会他会来报答我，会不会对自己有利？不应该这么想的意思吧？那你给我就证明，给我点那你结果了啊，就要不穷我用不上，这不上不穷我用不上。他看到热瓦紧掉那个呢，这个要把的是，给我中的。好，我们在一个做善事的时候，做善事善根的时候，就是我今天做一个善根，将来的一手狗会不会能够有一个好的一手狗，或者说将来会不会有一个好的成果？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，这个可以说一个需求来去做善事。他可是现在生活有点呢，他强求的是这个什么目标？即便是有这样一个需求的话，必须要有被菩提心所摄持。如果生个什么穷呢，你给我的养不起差的。倘若你的善根被菩提心所摄持的话，那个善根就变成好的善根。读经就三帮子，是吧的？不的了。再来第九个是什么呢？莫啖杂毒舌。都是先说也这么大，当经济的那个头的原来是三个点是。好，再来是什么呢？什么叫做莫啖杂毒舌呢？不是掺杂我爱之毒素的膳食。大经济是大面的大王就不要的。所以呢，必须要吃食物，也是需要看待无我的来去饮用。哎呀，大点点呢，用上不没点吧的，是的呗，就吧。用不点吧，那用不没点吧，越推的用上不没点是，没点数就对了。好，再来是第10个，是不可讲情义。用上不啥关？不可讲情义，知道吗？情义是它的。什么叫做不可讲情义呢？情义是那个用上不没点是，还是啥的呢？还是啥的呢？情义。我不可讲情义。不可讲是它的讲。讲什么？信。不可讲什么意思？点是点嘛，讲是点的这一个那个点点在那，讲起来嘛，信了那个。写嘛的点，用上不没点是。然后这个西方人想要去当然颠倒腔里头。点是嘛，讲是嘛，看到你写的嘛。这个不可讲情义的讲呢，是不是说在嘴中里面说的这样意思，在相互的依赖着。好的，用上不没解释。好，总之说不可以依赖情义。用上不没解释，用开始几个上不没解释，好的。好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不要这个不可以做太好的个性性格。他的经历几个怎么没接受？为何说不可以做太好的性格呢？这当然就几个上不教我的。基本上我们要不要性格好一点呢？我操！当然要啊。当然要啊，膝上是，左上是，身上是，包啊。就是性格好，